好啦，大家好。KFC 今期優惠39蚊四件雞，可以揀原味炸雞、辣雞同埋燒雞。咁啊，每一次特價呢，佢嘅質素會係好啲嘅，因為平時呢就係炸好咗啲雞擺喺度等啲客。咁一般嚟講呢，調翻轉呢做優惠嘅時候呢，咁就係客等啲雞炸出爐，咁啊食到比較炸得啱啱炸起出爐嘅炸雞。咁佢就4月8號到4月15號期間呢，就做呢個很抵吊優惠。咁下一期優惠呢，就係30幾蚊嘅一個一人餐。咁我覺得39蚊四件雞呢個抵食啲，因為你平時嗰啲餐再平都好呢，都要即係一個人嘅餐2嚿雞都要成50蚊。